主后2026年4月2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享受自在的生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诗篇119篇41节到88节。上主啊，求你显示你的慈爱，照你的应允拯救我。我就通应答凌辱我的人，因为我倚靠你的话。求你毋通将真理的话对我的喙抢去，因为我仰望你的判断。我要继续守你的律法，直到永远。我要自由自在生活，因为我有祈求你的律例。我伫君王的面前讲论你的教示，嘛袂抵到见效。你的诫命互我喜乐，因为这个诫命是我所喜爱。我尊重佮依赖你的诫命，我嘛要哪念哪想你的规例。求你为记得对你仆人的应允，因为你互我有盼望。伫患难中，我得到安慰；对你的应允，我得到活命。骄傲的人一直侮辱讥笑我，要求我毋捌偏离你的律法。上主啊，我会记得你古早以来的规例，对这个得到安慰。我因为这个弃杀你律法的歹人，起大受气，亲像火跌倒。我无论出外去倒位，拢用你的规例做诗歌。上主啊，我迷是会记得你的同在，遵守你的律法。我得到福分，因为我有顺探你的律例。上主是我的产业，我捌讲，我要遵探你的话。我要专心求你的恩，求你照你的应允怜悯我。我深深思想你的道路，我当心归向你的教示。我赶紧无言前，要守你的诫命。歹人会说困缚我，毋过我无袂记得你的律法。我因为你公正的判断，半暝起来感谢你。所有敬畏你、遵守你律例的人，我甲因做朋友。上主啊，你的慈爱遍满全地，求你教我捌你的规例。上主啊，你有照你的应允，好款待你的仆人。求你教示我，互我有知识甲正确的判断，因为我信靠你的诫命。我前有行迷路，受你警戒，等我遵守你的话。你是良善，你的所做拢是好，求你教我捌你的规例。骄傲的人用白菜话攻击我，毋过我要专心遵守你的律例。因的心亲像雨油包密麻痹，毋过我依赖你的律法。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，互我通学习你的规例。你所讲的律法对我有利益，赢过千万的金银。你的手创造我，捏造我，求你赐我智慧，通学习你的诫命。敬畏你的人会看见我来欢喜，因为我仰望你的话。上主啊，我知你的判断公正，你有照你的信息管教我。求你照你对仆人的应允，用你的慈爱安慰我。愿你的慈悲临到我，互我通活，因为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。愿骄傲的人失败见效，因为因无理由枉屈我。毋过我要哪念哪想你的律例。愿敬畏你、认捌你教示的人倒转来接纳我。愿我专心遵守你的规例，互我袂抵到失败见效。
我的心迫切希望你会拯救到尾分去，你的话互我有盼望。我因为盼望你会应允到目睭要火去。我讲，你什么时要安慰我？虽然我亲像被地互火熏甲要焦去，犹阁我无袂记得你的命令。你的仆人着搁忍耐偌久？你伫时才要审判困着我的人？骄傲无趁你律法的人，掘陷坑要害我，因无理由困逼我。毋过你的诫命拢苛刻，求你帮助我。我险险啊，互因对地上消灭。毋过我无放杀你的律例，因为你有丰盛的慈爱，求你保守我的性命。我要遵守你的喙所出的教示，享受自在的生活。伫诗人的心中，上主的律法就亲像每日生活中的指引。因为安尼，伊讲，我要自由自在生活，因为我有找求你的律例。但是伫现实生活中，咱可能面对别人背离良善、蓄意毁坏、恶意攻击、诽谤、诬告、陷害等情况，这个扭曲人性导致的痛苦，往往毋是一般人所通承受的。譬如讲，伫职场上遭受主管以上欺下的霸凌，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、较劲，也是官场上的权势凌人，甚至家庭中亲密关系的陪伴和暴力等，拢会带予当事人极大的伤痛。有一位考调公职的教会姊妹，伫职场上常常遭受主管以权力优势霸凌，该主管除了冷言酸语，也经常伫工作现场公然侮辱伊，或者刻意忽略伊的存在。因为安尼，上班对姊妹来讲已经变成一种令人恐惧的事。这场霸凌导致伊的身心受创，除了要就医服药治疗以外，也因为经常请假，导致无法度取得好的考绩，丧失一寡权益。虽然后来姊妹申请这场霸凌成功，但是心内却已经留落阴影，霸凌者的影伫心中久久对牢牢。诗人伫面对困境的时阵，恳切向上主发出祈求：上主啊，求你显示你的慈爱，照你的应允拯救我。诗人伫面对受侮辱的时阵，上主诚做伊的唯一倚靠。诗人深深相信，只要信靠上主所应允的救恩，伊就会当伫侮辱伊的人面前坦然无惊。毋但安尼，诗人因为心中谨守上主的律法，生活中遵守伊的训诫，生命有稳固的根基，通伫面对生命风暴的时，悠然坚固徛在。当强劲的暴风袭击的时，反倒互伊的心通假如乘风而上，伫受到上主的法则中，通自由自在生活，丝毫袂受压制。生活的现场亲像一个充满火的试炼场，咱的生命根基建造伫怎样的基础顶面？经过大火的考验，就会显露出工程的品质。亲像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12、19、13节所讲的，伫这个地基顶，
人若用金银宝石、木材、草，也是豆角去做，逐个人工程的好歹，伫基督来临的日，会互火甲伊露现出来，因为火会试验逐个人工程的品质。一个信靠上主的人，对伫上主的话语、诫命、教诲、命令、法律、法则、训诫，拢是保持开放佮乐意遵行的态度。安尼的人会看重佮喜爱出自上主的命令，坚守天条真理的道，就算伊失去一切，袂输一无所有的时，伊的性命也因为始终有上帝的同在，犹原通心存喜乐，继续前行，享受真理中的自由。默想，当我伫咧面对困境的时阵，上主的话安怎成做我的帮站？当我伫咧面对困境的时阵，上主的话安怎成做我的帮站？咱来祈祷。主啊，当我遭受压迫，也是失去一切的时，我犹原要因为我靠你的信息，时常欢喜快乐。愿我的心因着信靠你，不论伫任何境遇中，拢会当安然自在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